好，那说那我做工作的嘞，哦，当然现在我做录像过程了是吧？我们就开始上课了啊。好，那先一起念诵文殊礼赞。那么当公布讲白样了，恰才了，看见老子今年真的人大南大入社会，今年推广继续随起的年纪多个来帮子。看到这边正让马的门头都眼开始外，这座关了不计大致演了出去杨天松，周大切着年末年路来给家中住在近，马的没在东眼牛今年就在来这南。对呢，他进社区塔村原来绿洲改善托为国，就当就你现在大楼面积将被养了对。我妈的巴萨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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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的巴萨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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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的巴掌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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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今年去给看着二十去，大了的木明白入山呢，家当电锯雄鹿多把一，老着宝贝难我再多是。啊，那样子这里，大致为这个六千的，这个大致为这个六千，啊6,900吧，是吧？6,900第9课，是不是第9课？啊，那6,900第来那样子抽啊，写下前样都是属于哪了啊？啊，我们就也是按照回问题跟回答的方式嘛。哦，提问跟回答的方式。那唐不的了，俺这研究的研究，那差毕竟研究俺这其他都差不多，那差了。我们已经后加字跟后加字跟再后加字是已经学过了嘛，是不是？啊，你们也有上次那个叫你们把练习作业有做吗？你们都有做？嗯嗯，哈哈，那现在俺这念了点了是吧？俺那进入他研究年纪，一起东大提看着的啊，进入他研究年纪，一起东大提看着的，嗯。按道理说，这边应该是要写个扛啊扛，是不是？扛着的，是文法来讲，它是扛啊扛，或者扛着是吧？如何？那这个直接写卡，就是我们一般是口语上也会看这些是卡，直接写卡，不漏掉了这个，会去掉这个后加字嘛啊？所以仅就语学过是后加字，啊，研究是在后加字，是不是？那这二个研究单研究单研究那个野蛙是分类嘛？如果想野蛙的话分类，那这里蛙就是缩写嘛。野蛙，如果你也加蛙的话，可以野蛙起蛋，野蛙就是分类嘛，是不是野蛙？那
耶瓦，如果是讲耶瓦起当的话，那这个东不用了。那现在因为有东，所以一切，一切就是一切啊，一切是怎么去分，怎么去分别？东哎，等一下，一切，一切，耶瓦起我是吧？就是分类、分别啊，嗯，耶瓦起吧，耶瓦本身是名词，那这后面要有个动词嘛，后面叫切，切这是东耶瓦起吧，那一切。一切动荡，动荡就是怎么占分类这个方式，动荡其实是一个分类的方式嘛，嗯这里的动荡是方式啊，一气东，一气当同样是也会讲一气当也可以嘛，一气当就是已经过去式了，一气当对，这个口误当当，那就是过去式了，一气当啊，都已经是做这件事了一气，哎，对不起一气东当，这个是因为这个也是东是一个动词，那这个这个怎么动词后面加一个当的话，那就是这是做法嘛，这个方式做这个方式是怎么分类，这个分类的方式是怎样的，所以如何去分类这种如果去分清后加字跟在后加字二者的分别，你刚刚讲说那个东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不是叫做如果是最比较简单的来讲的话，你们就可以写耶哇耶哇起当看这里，耶哇起当题，耶哇起当题看这里，那就不用加那个东耶哇起当题看这里。那我们的书上就把写了一切东当题看这里，是我们的书上有这么写，对不对？那如果是刚刚是讲说这个耶蛙前面这个是属于名词，加了后面那个茄的时候，它是动词，然后就这个名词也是带动一起变动词，是不是这个意思？前面是名词嘛，那两个，那加了一个后面那个茄动词的时候，带动前面就是动词的意思，整个是动词的意思的。一起一起是一起一起，耶哇起吧，耶哇起我，回复的时候呢，闽江移民党推送原民给讨论一起东国，说闽江移民党，闽江移民党推送原民给讨论一起东国，闽江移民党。闽江移民党推送原民给讨论一起东国，闽江移民，闽江也马的时候，闽江是我们前面有讲的闽西江吧？闽西江吧，我们上个礼拜有学过闽西江吧，是不是？
岷江以密的，岷江不以密的，岷江是单名词，是不是？我们说的是单，岷江是好单名词。现在我们讲单名词，是否单名词？是不是单名还是不是单名词？以及什么呢？推送语密是否具三实？推送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叫推送嘛。推送语密有没有这个词？比方，既然有三实的话，那我们一般通常是动词来去会说明有没有三实，对不对？大部分都是动词来，所以它就说明了这个是一定是动词。推送语密给套呢，主要是我们用它是不是有过去、现在、未来的这种的，是不是有具备过去、现在、未来，或者是不是单名词来去分辨套呢一切当归等条件之下为分别，以这样的基础上呢，我们来去分别，就是分辨。讲中文这样顺吗？讲分别的分辨，这个中文顺不顺？啊？还是分辨？分辨是否单名词以及是否具三实等条件之下来做分辨，这是来来做分别还是来做分辨？作为分别的条件。就是原名套呢，就是个套呢是。对，就是其具有这个岷江以密，我们用什么来去辨别这个？那我们就看是否有单名词，或是具有三实。那我们要用辨别吗？以等条件之下，做辨别，来做辨别吧。以条件之下来做辨别。就要看成把它理解为具有这样的。一般不能这个不是说套是直接讲条件，但是看前后文来去看这个怎么说就是套是就一般说是这个上面。那我们这些中文上具三实等上面之下，我们就不好中文就不好说嘛，就是作为这样的前面以上就对，这是一般来讲它的直译的话是这个套，这个是之上什么。单名词指的是它纯粹只能够当名词用，单名词。单名词。就是如果是单名词的话，是不是在讲说这个字只能够担任名词的作用而已，是吗？岷江，等一下啊，我们是，对吧？前面那个是闽西江吧？闽西江吧嘛？前面是这里没有讲闽西岷江吧？岷江吧嘛？闽西跟岷江是不一样岷就是一般我们说是名词嘛闽西江吧的话就是机字单机字。
怎么时代的时，对，实词？就是跟虚词不一样。实在的实。就是名扬吧的话，应该是它是，比方说蓬巴就是名扬吧，就是蓬巴，就是或者贴瓶子，或者说是书，贴就是名嘛，它不是 tick， 它不是贴或者是日，类似日，像山，它是一个名词，它是个城市，是一个对啊。名词单词，像我们背的名词。你们有点像单词，对对对，可以说是可以，这个是。那如果是讲肯日，那就是它是 tick 名跟 tick 嘛，它不是单名词，它是 tick 名 tick。那日什么样的日？雪山嘛，他就解说这个山是什么样的山，就是雪山，对吗？单名词只有一个音而已。蓬巴新密，蓬巴是两个嘛，但是蓬巴就是一个东西，就是没有形容词。对，没有形容词，没有形容词，没有那个是就可以说成单名词，名扬吧，它是 tick 那个名档 tick，我们会讲名 tick 团，或者是一个名 tick 数嘛，那肯日的话，那就是它变成了 tick， 名档 tick， 念了名里面 tick， 有了这个名再有 tick。tick 名tick 的话，它有个 tick 啊 tick。我们接下来就我有就叙述有名 tick 怎么看理解，怎么去看啊。现在我们就从这边我们这样子我们就跳到下面去了。我们讲民间移民당 퇴소 유명이 통해 예치 동그로 민간 이민 당 퇴소 유명이 통해 예치 동그我们大声一点，民间移民당 퇴소 유명이 통해 예치 동그民间移民당 퇴소 유명이通呢，一切东归。哦，就是不。讲说那个通呢是代表条件的意思，是不是？说是代表上面的条件。对，就是以上，就是看以上来，就是我们直接讲看以上，以上是前面这些是不是？是否有单，就是说是否单名词，或者是具有三句？我这个 talk 就是以上。那加个条件的话比较清楚嘛来做分辨，我们就把这个分辨也可以改成来做分辨，分辨是吧？辨别嘛所以切是动词，那言呢？也是动词。言。耶就是耶哇，耶哇就是分类，它不是动词。那耶哇是名词。然后只要加切就变成动词。耶切，耶哇切，就变成动词了。那我们就看下面的问句：
통말 민장 이미 통내， 통말 민장 이미 통내。那既然已经有讲，一个是闽江，一个是土松语面，有2个，对不对？有2个条件，所以我们就拆开来。首先我们要看通吗？闽江移民通呢？一切东大，其他的人通吗？闽江移民通呢？一切东大。其他的人，那既然有说是单名词状态之下来分别的话，那就刚刚你们的问题上面那既然是这样，那怎么以单名词的状态之下呢？如何分辨这个如何分辨，对不对？对，这个打错了，对，这个勾一下，这个是这个大概的讲讲对对，我们念上去一直没有把它直接看出，这是嘎，这是嘎，是闽江，对，这个要改，这个大概讲改嘛。那既然是又是单名词的基础上要去分类的话，闽江语呢？闽江语呢？长大，属初中期，过年1와7그闽江语呢？长大，属初中期，过年1와7그闽江语呢？长大，属初中期，过年1와7그。那本来说我们是扛是一个名词，是扛，那它没有就你们比较清楚的话是商，声音的商，是不是？明天的那个商是声音商，声音。那这里没有后加字，虽然有后加，对不起，虽然有后加字，但是没有再后加字。那所以如果有再后加字的话，它的音会不会变成一个高？上上上商业，对不对？商业，所以再后加字的时候，它这个音变重，强音上。本来没有这个再后加字的话，商，再加一个再后加字的话，上，对，嘛，扛，扛，扛，声音有没有轻重的所以第一个呢是用它是不是有后加字跟前加这个后加字以及再后加字的这个分类，我们前面已经主要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所以分辨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要去看它的音强，如果音有强的话，那是它要加再后加字，那音不轻的话，那不用加再后加字，就有后加字就可以。第一个长大，长大就是它的发音的那个
强弱，对，发音，长淡就是发音，就是那个音调，杂本身就是声音嘛，那个当就是那个调，声调，对，其中一般是大跟小嘛，那声音大小呢，就我们这里的其中我们可以相当理解成强跟弱，声音强跟声音弱，所以凡是有在后加字的话，这个音要变，声音要强一点，dun拿他dun drup帕萨drup，像萨达达当啊当，萨达达当啊萨当，萨达达当啊当，对不对？我们这里明显有萨达达当啊当，萨达达当啊萨当，东当，下写就舒卡舒，下写就舒卡舒，下写就舒卡萨舒，就分音要长一点有在后加字的话，任何一个字你要发音要发强，这个数吗？这个数是一般是强力量，音调的那个强弱，数其中有你们直接翻成力大力小嘛，数巧嘿，但是在这里不能讲力大力小，翻起来很不是很，数本身是力，没有错，力量的力，数轻不，数轻中力小力大，那就是数轻不，数轻中，数轻不，但是我们数轻通常会讲再加一个数轻轻嘛，数轻不，这里个因为是否单名词以及是否，对吧？闽阳以闽堂就是是否单名词。闽阳以呢，如果是对，首先是单名词的，你说闽阳以呢，是否若是单名词？对，这里要把它改成若是单名词，对，这个也没发现呢。若是单名词，那就是从发音强弱的角度来看，是否单名词？远灭有无？是否？这个可以吗？俺这宁波这个呢，俺这宁波계속 제로 나셔. 좋아, 좋아. 진주당, 영준이기, 이치동당, 대,
看着的，连民间移民堂，推送越美的讨论，一起通过，就话通嘛，民间移民讨论，一起东大，其他的人，连民间人呢，长大，熟其中的观念，熟其中的观念，也话结果。钱呢？推送越美讨论，推送越美讨论，也话结党，其他的人，钱呢？推送越美讨论，也话结党，其他的人。那么是否据30来讲分辨的方式如何，对不对？前面是讲单名词的来讲，第二个条件是看它是不是据30。那以据30分辨的方式是怎样的呢？连推送越北日了，推送越北日了，拍起对这观念，拍起对这观念，结果推送越北日了，推送越北日了。就是推送越北日了，就是据30的这一类的日，其实有类。那这里我翻成了据30的部分，就是具有30的部分了。30过去、现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些动词，这里没有讲动词，咱过去、现在、未来的话，它一定是讲动词。拍起叠记大概以过去式分类，对不对？所以拍起就是通常我们用大概嘛。后者说拍起叫拍就是大部分，拍起去。那我们这拍起就是大概了，大概拍起应该嘛的，就是大概是大概不是，拍起如果赢，拍起如果没，我可能不去，我大概不去，叠这个呢，结果那这个如果讲30来讲的话，那是大部分是用过去式来分辨，就是说动词的话，过去式大致上大部分就是过去式的才会有再后加字。如果你讲大多数是过去式，大多数是大多数是以过去式来分类。大多数话通常也是拍巧嘛，拍巧。这行吗？这里吗？
这里嘛，像我们的话，萨嘎达嘎达的这是就猪把猪承办嘛，猪，那这萨嘎达猪把猪就是承办成立，对不对？如果是再有前面有个前加字的话，这是现在式；如果有前加字爬，那是过去式未来式。那再加一个再后加字的话，那这个字变成了过去式嘛，过去式。我这个字写的，都君拿打君，这个也是后加字，它有个后加字它，再后加字它，再后加字上，那这一类的动词都是过去式嘛，过去动词啊。所以大部分呢，就是有，如果是动词，大部分是有再后加字，调성이为了폐지叠这个，像这个上，这个上也就是过去式嘛，这可以解上。如果是把这个如果单一的这个字也可以当成这个动词，上就是去除的意思嘛，所以一切烦恼去除了。佛是为什么讲三业？上就是所知障跟烦恼二障与去除，就是上嘛。那如果是业也是动词，业那就是它具备一切功德，是业三业嘛，number 业会远离贪戒的 number 业吧，超越一切功德，三业。总而言之，就现在这里呢讲的是三世的话，那大部分是以过去式来辨别有没有这个再后加字。那如果是我们现在也是在这里是在讲再后加字，两个再后加字，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别句观念三句前的其他人，前面是讲前面都讲一些义理在含义，那我们是用譬喻来说明的话，是不是？这里别句观念三句前的其他人呢？别句观念，别句观念三句前呢？其他人呢？别句观念三句前呢？其他人呢？别句就是譬喻嘛，那观念就是以譬喻，以譬喻来说明，三句就是来说明，很清楚的说明。三步就是清楚，那绝就是说，所以以譬喻来做说明的话，那如何？其实这样中文是我是把因为其他的音呢是在后面，我也把中文放在如何。其实中文这个如何也挪到前面嘛，如何以譬喻来做说明，是不是？按照中文的话是这个如何是不是加在前面？比较顺嘛。但是藏文这个几达后面，所以按照顺着这个我就放在后面。有的你们会觉得几达在前面在后面，怎么又挪到在前面了吗？但是中文的话是一定是在前面比较顺嘛。
所以现在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就有2个方式，对不对？一个是30的来去了解过去、现在、未来。第二个呢，第二个是，对，刚刚讲的是这是第二个。第一个是单名词，对，这2个来讲的。那现在这里是用譬喻来说明的话，塔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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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塔塔拉塔拉塔拉塔塔拉，有点拗口啊，塔拉塔塔拉塔拉塔拉塔塔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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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2个一样意思。你了这首其中的开发语是你了这首其中的开发语，说这2个呢，这2个字呢，这2个字是有声音强弱的差异。一个是塔拉塔塔拉塔拉塔拉，就是它这声音有强弱的区分而已了。什么觉得？啊，阅读。啊，这个是已经结尾语了，这个头是结尾语，它那约就可以了。那它那头的这，我们接下来会为什么要讲这个约？有几个字就会提到，这些都是结语，句号，相当于句号。好像声音强调的差别，看一下你们啦哒哒哒卡哒，啦哒哒哒卡哒，这个哒是我们通常是什么样的哒？这个哒啊，哒巴儿长，这个是长发的那个长是哒，啦哒哒哒卡哒，啦哒哒哒卡哒巴就是长发嘛，哒巴。啊，米大吧就是无常，前面加一个否定的话，米大吧就是无常，对不对？这是大，声音没有那么强。这里呢，啦哒哒哒卡萨哒，哒卡萨哒，这个大是音，对不对？啊，音名的那个音，所以是个声音强调的差异，而且这2个字的意思也不一样嘛。一个长，米大吧，你不加吧也可以，米大，大吧，米大，因为有个吧嘛，大吧是有吧，对不对？大吧，那前面加个否定，米大吧，就是无常，米大吧。强弱的这2个有这样一个强弱的差异，有后加字，有在后加字萨和没有在后加字萨的差异，就是声音的强弱。接下来你看呢，扛啊扛，扛啊扛，扛啊萨扛，扛啊萨扛，扛拖扛拖，亚麻拖亚麻扛，亚麻是斤嘛，斤1斤2斤3斤的那个斤，这个斤亚麻嘛，
伽马康就是一斤嘛，就是康指的是一个单位，我们一般讲是一的意思。康，对，伽马康，伽马康，伽马康，伽马托，伽马松，头是2，头是2个的意思。伽马尼是可以啊，没错，你们也可以讲伽马尼啊。伽马吉、伽马尼，你们听得懂对不对？伽马吉、伽马尼，那康是一。这是这个，它也可以讲一的另外一个名称，可以用。国字的一跟你有什么差？你们。头就是2，双，康就是1。但是这一些也许其他的地区不会这么讲，这如果是拉萨那的话呢，会讲到伽马康、伽马托。我要买1斤的话，会俺伽马康有个，俺伽马托，我要买2斤的话，伽马托。头就是2斤了。对，伽马托就是2斤。伽马。只有在伽马的时候才会用康跟头。所以伽马康、伽马托是专有名词。下头没人这么说，没人讲2只牦牛的话，一定会叫亚尼，不会讲亚头，这个没有人说，这就是外国人讲的，伽马头，这头2斤米，这伽马头，还加一个伽马嘛斤啊，对，下伽马头。对啊，下伽马托可以啊。这伽马托，凡是有斤的话都可以讲托。就是也可以数的那个，但不一定不仅仅是数，就是袋子的话也可以讲热贝托、热贝康、热贝托、热贝康，就是一个袋子。2个袋马袋来装的话，你也是它是又装了嘛？有时我要装1袋，我要装2袋，所以讲嘛，热贝托、热贝康、热贝康。那这个康也有满，这个我这里也有写满，就是已经装满了，就是康，动词。茶康，茶康路的，请装1杯水。装1杯茶，有2个，一个不是动词，一个是名词嘛，一个是对，满就是动词，对，满这中文就是动词嘛。你理解成满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动词；你认为1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名词。我们现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就是有在后加字杀跟没有在后加字杀，就是有声音的强弱的差异，知道吗？那热帕萨热帕热
这个没有后加再后加字的这个人呢，是这个是，就是土肉，我们就是说7世纪啊、8世纪啊，是不是？或者说有个给肉，就是王那个历史历代给肉历代，就是它有个代的含义嘛，历代，给肉就是历代嘛，就是从王祖开始，这是几代就或者弥勒，我们的弥勒就是我们祖先，就是祖几代的那个，就是这个热，弥勒，听到吗？那这个热就是优的意思，很好的，有煞后加的是世代，没有煞后加的是优。是吗？老师你都选优了。没有在后加是世代啊。我这里是没有后加字的，不是你们字典里面是有后加字的才是世代有后加字的是世代。给肉有后加字的是有后加字的是世代朝代，没有后加字的是有，对，rập chính tha sum，对，没错，rập chính tha sum，对，这个倒过来，对，这个倒过来，有后加字的是才说是历代世代给了，没错这个里这个中文要改，这个优呢挪到那边，这个是呢挪到这边，我以为又是在因为这边有在后加字的是在外面嘛，对不对？没有在后加字的在里面，所以翻译的部分是在我的，在外面的是这里，然后里面的呢在这里，所以这个优跟是要换，知道吗？没有啊，是不是外面吗？是外面的。是。没有不用换啊，不用换啊。圈圈外面的是哪个？下面这个是世啊，世代啊，对啊，它对啊，这边是内外圈啊。外圈是左边吗？对啊。对。所以它不用换啊。不用换啊。就是这里啊。外圈在左边啊。不用换。不用换。等一下被你们搞混了。但没那是刚大我刚刚讲错，我写的时候外面的外面呢都在这里，内面的都在这里，那我刚刚讲错了。那不用改了，我自己弄混了。就这两个就有声音的差异嘛。那个第四个看嘛看，看嘛看，看看嘛萨看，看嘛萨看，看。这里看就是坑不扛，我刚刚讲到了坑不扛，你们刚刚我们学过扛是什么？一嘛，对不对？这个扛，这个扛是一，坑不扛，坑不就一口，坑不就是其实这里看，我们通常讲坑不扛这的就是给我一口。
啊，吭不吭？吭就是我一口吭，它这是跟口有关系的，所以我们通常讲吭扑，应该是爬下去扑，应该我没记错，吭不吭？吭不吭？字典里面有没有写婆媳扑吭不？我们通常口语里面会讲吭不吭，吭不吭对的，吭不吭就是一口，吭嘛吭，啊？有没有？有没有这个爬西步？吭不吭？就是吭不吭，就是给我一口的意思。吭就是一嘛。对啊，吭不吭？给我一个吭不吭这档，我们都会讲吭不吭这档。吭不就是一口，那吭就是吭不是一个口，那吭有一，吭不吭就是一口。那就 come 就是一口，那你不用把全部解了 ，come 就是一口就可以了。我们通常讲话的过程当中会讲吭不吭，就是一口，吭不吭。可以啊，没错啊，看2口啊，可以给我2口啊，吭不脱这档，没错，这个会讲，吭不脱这档，对，可以。通常会讲吭不吭，吭不吭的，吭不吭是比较标准一点，吭不也是代表一口，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你其实吭不的话，它没有讲1跟2，就是嘴巴的那个，那是吗？对，吭不到的。看完再看的话，那就是我们戒。我这里讲是短看、松看、松密看，就是色戒、欲戒、色戒、无色戒，那个是讲看嘛。或是说短看，就是我们讲的是康区的看，也是这个写这看嘛。或者拢看，这康区看，短看，对。看吧，看嘛是看吗？看吧，然后就不一定要强调那么去没有，但是他念的时候是，你要讲的时候不用，有些会对话的时候，你这里说是念字念的准的时候要这样，但是我们讲话当中不一定要刻意要去念那个。但是它单字念的时候都有强弱的这个区别。come，哦，你们看呢？大扛rep भाषा rep come मासा come，就是通常是有后加字的时候，就是发音要发强一点啊。我们先休息吧，时间。
刚刚我们个 rub， 对不对？rub 这个 rub 是什么？u 还是世代？那它也可以有很多，光这个 rub 呢，就是可以接很多名词，这样啊，yarab ya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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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ab marab yarab marab，这两个就是相反词 ，yarab 跟 marab 就是一个 opposite， 就是倒祷告的一个下勾当是可以吗？下流。一个是道德高尚，一个是道德低下嘛。yarab marab 具备信 yarab marab 具备信绝吧绝吧你们知道吧？绝吧不知道绝吧绝吧萨巴达巴也的加纳说绝的绝啊绝吧绝吧不是行为吗？绝吧绝吧绝备信绝备信yarab marab 这里有个 yarab marab 嘛，对不对？yarab marab 绝备信 yarab marab yarab marab 绝备信，就是说绝不是行为嘛，就是看他的行为就知道他是道德高尚还是道德下流，就看他的行为就知道意思。绝备信不周遍是吗？有的时候不周遍。我们就有个俗语，西藏里面有个俗语，就是也认没认绝备信。这个有个作格，就是以这个来去，以这个行为，以这备可以翻译成以行为来去分辨他的道德是好还是坏。具备信，信，下整个信上信，下整个信上信，信上信，也是没得具备信。那也是没得这什么，我们就有这个光这个 rub 呢是有一个也是，另一个是没得，ngerep chirap ngerep chirap 这两个也是 opposite 是不是？也是相反。ngerep 就是前代嘛，古时候的前代，那是 chirap 就是后代。ngerep 就是前代啊，古代的是我们讲 ngerep， 那这 chirap chirap ngerep 都是用这个 rub 了，就光这个 rub 就是可以用造很多的那个词句。chirap就是世代。chirap ngama chirap chima 是吧？chirap ngama chirap chima 就是前世后世或者前世后世，所以 chirap ngama chirap chima 也会这么说嘛，所以就 chirap 就是世代，或是你的次就是本身寿命嘛，你的命就是上辈子下辈子的。chirap ngama chirap chima 我们这里可以这样讲 chirap ngama 对不对？
这就是上辈子嘛，对。칠업阿妈有吗？然后是칠업 치마，칠업 치마下辈子，什么？上辈子跟什么？没，我刚刚是造句了，那个是 merab 就是当然是，我就这样不要，我就不延伸了。如果延伸的话，你们就会弄错。我们按照这个来说嘛。yerab merab 就是 merab 就是下流啊，yerab 就是道德高尚嘛。那 ngerab 就是前代嘛，和古代。那 chirab 就是后代，后者是后世。就是 칠업， 那 칠업就是世代，칠업理解了吗？ 칠업， 那冲热就是生世啊，冲热生世就理解吗？生世的话，这个嘛都漏掉了，杀后加。对啊，这两个又加回去啊。对，这两个后漏掉了，加杀后加。冲热，冲热就是生世，中文生世你们不理解啊？什么？那 get 就是不用解释，这跟 get 一样 ，get 说对 ，get 你们有听过那个佛陀的身世本身故事？那个就是冲热。三业给冲热，就是如果不讲敬语的话，三业给 get up， 祈愿大法会，每年祈愿大法会的时候都会讲这个经嘛，get up， 对，生平。如果讲三业给 get up 或者三业给冲热，那就是佛陀的生平故事。本身故事。那我们都有个本身故事嘛，冲热，你从小到现在，搞不好很有趣啊，不是很好。get up， 这里怎么会漏掉？这里也漏掉了上嘛。朝代 ，get up 就是朝代，get 就是 get 不嘛，国王的get up，mirab 七嘛，mirab 阿妈。我们跟阿妈跟七妈有学嘛，七妈阿妈就是弥勒阿妈，我们的前一代的人就是前辈，我们的祖先可以讲弥勒阿妈嘛。弥勒七妈，我们的后代就是弥勒七妈弥勒阿妈，弥勒七妈，屈热。但是弥勒的这中文会这么讲吗？文言文吗？屈热就是深水。我们重新念一句啊 ，yerab marab ngerab chirab
切肉，吃肉，吃肉，冲肉，冲肉，给肉，给肉，米肉，米肉，去肉，去肉。好，经过这一，我们就这个肉就了解嘛，这个肉，所以它是有在后加字的这个肉啊。去了怎么拼音呢？怎么拼？去，恰写就出，出啊有一，去，去。就你们这翻，你这个区是自治区的区，自治区区，区域的区域，没有这个后面的话，出，区域的，没有啊，有一个出的，出的，啊，好，你漏掉这个啊，有个你这讲出肉，出肉，出肉。加那个阿古迪伊是代表有一个的意思。对，这个有德的意思，有德的意思，有这个相当于这个有德。记得那么清楚，嗨。那你那扯的了，紧住阿波贴。对不起，不是紧住啊，怎么明明是温住，我怎么变成念成紧住？哎，累了吗？温住阿波贴，紧住居难念，落实短句，其他的音，温住阿波贴。紧住居难念，落实短句，其他的音。所以这是前加字，5个前加字也是10个后加字里面取出来的嘛。就是5个前加字也好，或者是再后加字2个也好，都是后加字里面取出来的。那现在这里是5个前加字是如何在这个后加字10个后加字里面呢格外的提出来呢？那就是这里所讲的康阿塔那帕玛啊拉拉萨杰阿布罗斯等个，就是卡达帕玛啊，卡达帕玛啊，杰阿罗索等个不用嘛，我们就是格外的额外处提出来，对不对？所以就卡塔帕玛啊，这5个是前加字。对，卡塔帕玛啊。如果你不知道，比较容易记起来，你记住了10个后加字的话，那你人家问你哪几个是你已经记住了后加字10个后加字，那人家问你前加字有5个，哪5个？你就把那个后加字10个里面，把那个最前面那个提出来，到后续这个5个记住的方式。你已经记住了10个后加字嘛？10个后加字，那10个后加字里面要取出5个，取出5个的话，前面这个拿不掉的话，那就顺序卡达帕玛啊，这5个是可以当做，不仅当做后加字，也可以当做前加字的，这5个是。而且这个里面也可以当做再后加字的有1个字，对不对？这个它，对，所以这个它呢，可以当做前加字，也可以当后加字，也可以再后加字。所以30个字母里面可以当3个都可以做的，就是它。有吗？3个都可以啊，后加字、再后加字，
还可以当前加字的，3个都可以的，只有一个他。所以这个也可以辩论嘛。30个字母里面挪出前加字、后加字、再后加字，3个都可以的，只有谁可以？或者说2个的有几个，对不对？对。好，所以就提出5个嘛，就后来接下来是温住基本团大，抗议呢？温住基本团大，抗议呢？温住基本团大，抗议呢？所以就是前加字的含义是什么？团大就是含义嘛。温住就是前加字，那抗议呢是什么？那什么是前加字的含义？是不是？如果什么是前再加在前面的话，什么是前加字的意思，或者什么是前加字的含义？那说明晰温度600呢？温住解释了。明晰温度600呢？温住解释。明晰温度600呢？温住解释。明晰温度600呢？温住解释。明晰就是机字嘛，温度就不是能够潜在，就是在机字前面，可以拼在机字前面的，即可称前加字。凡是机字前面的。所以我们到这里前加字、后加字、再后加字都学到了。其实你学到了10个后加字，那你已经可以学到前加字5个，你也知道有前，然后是后加再后加2个。其实在10个里面在绕转。这里不能就讲如果，这是理由。这个是不是弱？这是将当做理由来600呢？因为它是能够加在机字前面的缘故，即可称前加字。把它拿当成原则，这不是这里的拿不能说成弱。这600呢，这个是也是一起用的。明晰温度600温住这明晰温度600，这个是用600用进去温住是呢。松张，我们说有个这个听着音不松张银章，这个也是讲缘故理由。OK， 那温住给组织写吧，是吧？温住给组织写吧。温住给组织写吧。其实这个呢是在松珠宝30颂结束之后登柱的时候讲的，但是这里现在也牵涉到我们已经学过了前加字5个前加字，那就让你们简单的知道，说如果是有这个前加字卡，这个前加字是有几个机字前面可以加，因为机字有30个字，对不对？所以30个字里面，这个卡前加字是哪几个可以加呢？就这个14个前面都可以加卡，嘎加
哒、扎、卡、啊、恰、呀、他、那、扎、夏、萨、拉、夏、萨，这14个基字前面可以加卡。除了这个14个基字以外的其他基字后前面加卡的话，没有这个字，藏文没有这个字。这个你们简单的了解就可以了，不一定一一都记，这个有记诵，那这让你们大致上了解一下，这个既然有5个前加字，那这个藏文的5个前加字是哪几个基字上面可以加？那第二个，它前加字呢是它可以10个基字上面前面可以加哪几个10？加、大、扎、呀、他、那、夏、萨、呀、夏、萨，这几个前面可以加。哎呀，等一下，我是不是写错了？因为头没有这个字啊。哎，卡，这是不是卡达帕玛阿文就嘛？这不是他，这是爬，这里加爬，这个他加错了，这个是要爬，这里是爬，那这边是塔，这2个颠倒，我怎么看也，抱歉，这个我没有看，弄清楚，这个编错了，编辑的时候编错。这个塔呢是写在这边，这个爬是写在这边，你们改一下。这个吗？可是算了一下，它是16个。是吗？救助。即你松心啊，昨天给过就你叫上去讲，就是对，16个，16个，救助有16个，连数字都算错了。有16，你们算一下，有16个。哎，16。哎，我是不是多了？我可能是这个，因为口嘎这个嘎应该不会有，嘎前面不会有卡，嘎前面不会有卡，口有口再有，我嘎是给口让啊，口是。我看对照一下，这个讲义是14个吗？我看一下，这个是吗？这是我们的书吗？可能我们现在的书里面没有这个。这是30颂嘛？我就爱陪破等一下，这个我拿书看。
我可以拿那个书，因为这个地方是，可能应该不是16。以前有吗？以前我们有。盖也没有吧，一个俺也没有，这个多了，我就这个盖也没有啊，这个茶也没有，然后俺也没有，俺没有，然后伢是有，他有，俺有，咱没有，咱没有，啥有，啥也有，然没有，下有，啥有，那几个？11个嘛，是，怎么会露出？怎么会多了这些呢？我是好，看刚刚我们讲的知道吗？干没有啊，第一个是干没有，然后第二个呢，这个俺没有，茶也没有，3个，咱也没有，然也没有，对，然11，卡有我口嘎中国给啊，现在总共几个了？去掉5个嘛，去掉5个就11，哎。哎，不是啦，我们这个，因为我没有去注意这个前面这个加的部分，这里呢是爬，这里是爬，这个不要弄这个，我们把这几个，这个挪过来就可以。这个呢，这个爬，这里，那婆嘎有。婆加有，婆当有，婆真有，婆嘎种给卡萨给有，婆让阿当俺那眼有，婆让阿当有记的有，婆让阿当伢那眼有，婆打种的那点有，婆让阿当那年有，婆让阿当有字有，婆下有西有。婆啥有，婆拉拉那连有，婆下有个这个是婆还是有，婆萨拉塞有啊，全部都有，所以这是把那个爬放在这里，对，这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弄错了，所以就弄成我们没有第一个是爬。第一个是爬，现在改为第一个是爬，那接下来是这边，那这个不是它，那这里是卡，11个，我们刚刚这11个刚好嘛，
11个，这里要弄，这边把那个卡，卡，这个卡，然后这里呢，这是塔，对，把这个塔呢挪到这里来，塔6个，前加字塔呢可以写6个，那前加字妈，这个对，这个妈是可以写在11个，摩嘎拉嘎拉，摩加拉杰，摩当当，对当，这些都有，摩在有字那字我在有字那，呢，然后是就有11个，这个大致上记住就可以了。有没有？我看了看，我抢啊抢，我他懂听啊听，我唱啊唱，我各种给卡萨基，我加了加，我打打，我在有真啊真。我还没有，对，人家没有，真的没有。这个那有俺吗？俺也没有，应该。现在我们到了对，这里是卡卡，这里是这里不是，这里是要写成麻要变成是不是？对，这个麻呢写成颠倒，然后麻在下面。然后麻呢？麻在下面，在上面。等一下麻写在这边，麻这个。等一下麻尼，对，麻有11个吗？等一下这是然后我们现在是爬，是不是？爬。呸把你嘎加，呸把你嘎加，这里是爬，然后是呸把你嘎加的这个是啥也上的就是，你看你卡也，你卡这个卡放在哪里了？卡是在这里吗？卡你看那个，然后接下来是他写在哪里了？他你嘎在他这里，他在这里，他写在这里，要写在这里，他后面是呢写在这里，写在这里，那麻最后，对，多了一个上吗？这里吗？对，卡恰塔巴扎，卡恰塔巴扎，卡恰塔巴扎，对，是个。
哎，这个刚刚把这几个弄错了啊。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对了，这就没跟原来的一样吗？现在前面这钱家字，那后面这些红色的就是属于机字，有5个钱加字嘛，那下面的这都是机字。OK， 那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个趴，其实我们从这里看就知道了。刚刚这个部分呢，这个趴前加字可以这几个机字上面可以加，所以婆嘎了讲的话，婆嘎嘎喽，对不对？嘎喽嘎喽，就是爬前加字，对不对？嘎喽嘎就是它是叫的，那加呢？婆加加tim，这就是法律。那大婆大把大，婆大把大，大把，前加字爬嘛，大把，栽植嘛，是吧？大把就是种的意思，大把是动词，那就炸的话，婆炸哪的尊哪尊，尊哪尊，康啊康，尊康，监狱，真。那有卡，婆嘎等过给卡萨给卡萨给，婆打哪多少多，给多。这个多嘛，通常我们修法的时候多嘛，那个是多嘛，这个就是这个多，藏文是多嘛，你们就中文用成多嘛，就是多嘛，那个 gig 就是这种障碍，是 gig， 所以我们通常在讲法的过程当中，后世灌顶的时候，事先做这个动作嘛 gig 多，说是驱魔的石子，这个多嘛就是石子嘛，所以驱魔的一个石子，先要给这些非人，让他们驱逐，做这件事不要影响这个场合，所以通常修法就是灌顶的时候呢，都会事先做这个 get 多，驱魔的这个做这个前行的这个驱魔的这个修行，就是修法啊。那现在尊者达赖嘛都不会做，现在开始就不做这件嘛，这个已经好几年了，就是你们也听过嘛，就是既然这些都是众生，有情众生，为什么要驱逐这些呢？对不对？所以有个菩提心就不一样了，就没有就平等嘛，众生平等，所以开始就不做这些了。可是好像还有很多灌顶都有做，就是先拿一个那个什么灯嘛，石子，然后不是点了一个灯嘛，就带出去的，对。就是这样子。那念巴什么的前加就是明机字那前加字有的话，婆让当那念礼物念吧，还有那个机字下婆让家的加上我接的接，让家的加上我接的接吧，忘记了，你接送，是吧？你接送我忘记了，就是接就是忘记的意思，接吧，马记吧切不要忘记，马记吧切
机字냐前面有加个爬前加字，婆然냐达냐那年，婆然냐达냐那年，它是通啊通，年通，年通，年就是视频嘛，那通就是短视频，年通，年通。这个年也是耸年嘛，我们耸年镜，我们的影子，耸年。年通是什么？声纹是碾退，碾退，碾退，年就是听，年通。然后前加字这个机字这个它前面可以加前加字把，所以婆打的我叠把那么叠不，叠不，叠不。叠不其实就是很舒适，我很安全，或是快乐，这个是都可以理解，是叠不，我叠不赢，可能叠不赢呗，对不对 ？How are you？ 可能叠不赢呗，你好吗？可能叠不赢呗，这个叠，所以它机字前面也可以加这个爬嘛，前加字，那机字拿。拿前加字也可以去爬，婆萨那的那念，念吧，念吧，增加，即讲了你呢，即讲了你呢，1加2嘛，即讲了你呢，这个念，即讲了你呢，对，1加2嘛。即讲了你呢，这个呢就是加即讲了你呢送1加等于31加等于2嘛，我这个数字1加等于2嘛，即讲了你不是，因为即讲了你我是1加2嘛。那等于3嘛，对吧？即讲了你呢送，没错，我看即讲了你呢送，对不对？1加2等于3嘛，杂后面杂也可以，但是单一的那个杂有几个的，比如说单一的杂前面没有一个。单一的它前加字没有这个爬，但是它有上加字这个ra的话，那可以加这个前加字爬，所以就准吧，婆ra za写就准ra za写就准吧，就是虚假，就是假的意思，准吧，我说点吧，准吧。是吧？点吧就是真的嘛，真理嘛，点吧。准吧就是虚假的、假的，准吧。准确，谎言，是不是？准就是假的嘛，所以确就是准确的这个准可以加前加字，但是它还是有个上加字才可以加，没有上加字的话，光单一的它前面没有这个。前加字爬然后是下前加字爬的话，婆下整个行啥行，婆下整个行啥行吧，就是站起来的意思嘛，行吧，就是浪吧，就是行就是敬语，牙行，牙浪，不讲敬语的话牙浪。那你就讲敬语的话，牙先的，请站起来，行。前加字，我这边的只是一个这个譬喻，不一定是这几个字，我只是现在用了几个字，用可以拼的部分，这个名机字，婆萨那的说，婆萨嘎达嘎达的这些就蹲，
扎写就尊呐尊所尊所尊建造的意思，尊本身有所就是也是有做的意思，那个尊也是做的，这两个加起来就是可以讲建造嘛。ra 如果单一的 ra 机制单一的 ra 不可能会有前加字旁，还是有这个下面有下加字。婆拉达浪啊浪，浪啊浪，巴那的波，浪波，浪波，浪波，就是粗鲁的意思。婆下种谢啥谢，可伢种伢难伢，可伢种伢难伢，西尼，西尼，上知识对不对？婆萨那的睡到睡，那马萨南，孙南，孙南，福德嘛。所以这前面都有前加字旁，这几个字你们现在要知道的是，我们讲到14个吗？16个吗？16个机字前面呢可以加前加字旁啊。galop galop jatim jatim daba daba 中康 gektor gektor nyemba nyemba jeba jeba 念通念通 depo depo nemba nemba zumba zumba 行吧行吧所尊所尊浪波浪波先因先因孙nam孙nam但不一定能够全部记得，但是基本上你要了解一下，这个前加字旁呢可以加在14个机字前面，16个16个。那前加字卡呢有几个？11个嘛，11个啊。从那个加开始，肩部，肩部，肩部，哥哥是不是？电梯，电梯，电梯，或者说电梯，电梯，那是确定的意思吗？电梯，脏吗？脏吗？干净吗？年卡，年卡，年卡。危险，电梯，电梯，电梯，床位，又是床，女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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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压力的。这个呢，前面我们想到一个呢，就是增加的，这个不是增加的呢，同一个音。我们也刚刚呢有没有呢，对不对？这是呢。能数就是压力，能是也有压的意思嘛。许怒就是青年嘛，许怒啊。撒kor욕보 샴세 사르这几个机制前面呢11个机制嘛加大扎냐 다 나 샤 사 야 샤 사这11个机制前面可以加前加字卡。今天可能我们把那个下面讲不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不要勉强不要吧这个大致上理解就可以有个寄送这个是后面的寄送呢，但是可以
有这些前加字，因为已经加到前加字后加字，那前加字它可以哪几个机制上面可以拼这个叙述，还没讲完呢，就剩下几个。好，那我们就念诵修经八颂了。当你心界탐제啦，一心노부来啦呗，团就主别381大度戒把真把修，看度苏南多别切，当你归来面大心，先啦381超度戒把的真把修，觉啷归度人句啦，都见女母见嘛他。大仙莫入前边那，真都多年多把的修。人心眼别心间里，地都差不能同车，人前地当切把心，你把的高位精精修。打了心给差多去，西古鲁拉索米里边，全个人给2把汤，也个闲了给我修。看了大给偏大白，让我切我看西去，心都美丽那钱呐，心眼他把的到我修。好，东南我当就把伊，偏的满南滚了背，马也那当东眼滚，3月大了2把的修。铁大滚呀，去给，多白体面马把心，去跟就马的西边了。西面青蛙来吹箫。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下周见。那不走公路的嘞，那。